来关心疫情，今仔日国内增加25621个本土病例，死亡个案有40例，其中上细汉的是一个2岁查甫囡仔，刚若做过一档Moderna。另外，今仔日开始6个月大到4岁囡仔会使做 BNT 的囡仔疫苗，医师表示，囡仔做疫苗会当预防 MIS-C 这款重症，呼吁家长紧将囡仔带去注射。大人甲囡仔揽调，惊囡仔在校乌白叮当，护理师注射了后，阁互囡仔打纸甲安踏。为27开始，6个月到4岁囡仔拢会使注射幼稚 BNT 疫苗，真侪家长头一天就带囡仔来做。因为我就想说 ，BNT 跟莫德纳都是 mRNA， 但是还是很担心会影响小朋友，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都在发展，你不知道他进入那个细胞会不会给他什么影响。想了很久，可是现在又看那个疫情。接下来可能开学之后又一波，所以就想了很久，那就选一个副作用可能比较小的打这样子。家长的烦恼，医生嘛出来解说。因为我没有发现这是心肌炎方面的那个副作用，主要还是局部的反应为主。对，那我们担心的那些其实都是在青少年啊、成人才看得到。那当然，施打过后会不会出现，我们要观察，这是在目前的阶段没有看到。儿科医生甘明修嘛表示，幼稚莫德纳因为敢若爱做2档，较紧着保护力，不过效果敢若3成外到5成。幼稚 BNT 爱做3档，保护力就会使到7、8成。不过2种疫苗预防重症的效果，拢会使到9成。因为我们如果能够完整的施打这个就是疫苗的话，那可以减少小孩子的儿童的一个 MIS-C 的一个情形哈，所以呼吁我们的家长哈，赶快安排我们的这样子幼儿的一个施打哈。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目前台北市的医药平台加病院的特别门诊拢还有名额，欢迎民众赶去线顶登记。记者林书豪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